收到分手的訊息，沒意外，忍氣吞聲這缺點，讓我改，只想從頭活過，不再受害。新對象我信未似你，活像渣滓。至少他不打算對情人像你這麼心狠，或者他捨得在萬人前獻出一個吻，隨時被我找得到，能讓我夜晚比較安心。也許他的工作也繁忙，但我不需空等，陪着我甘苦與共過一生。下個他怎麼都比你專一，條件這麼吸引，何苦將你咬緊？自由了，這次我會下決心，別為情意被困。至少他不打算對情人像你般心狠，或者他不忍在大門前似瘋子泄憤，從來沒死去活來，能讓我換個心，情緒得穩。也許他不想以冷暴力來避開自卑感，令愛不解再令我死心。下個他怎麼都比你高質，何必深深不忿？只知道下次那個人值得等，界愛你的人。